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哎，喝不喝？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不喝你，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你喝不喝你？喝不喝？啊，你喝不喝？喝不喝你？喝不喝你？我来陪你喝。皇上，赵王在调戏我。调戏你？瞧瞧你什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剐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实力就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由，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与宅院。留其王位与宅院。我钦此。我亲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你不杀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这里游戏。我不明白，我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不明白。